I see your hands a little slower, shaking when you stand. I was just a kid, now I'm chasing plans, but I forget the ones who taught me how to stand. 早晨，歡迎你再一次返到嚟模型簡單玩。今次同大家玩嘅係上個月收到嘅 RX 787高達7號機。RX 787 Gundam G07 高達7號機最早出現於 MMSV 嘅設定圖上，設定上係屬於 RX 78系列中最後開發嘅一台機體。之後喺遊戲《機動戰士高達戰記》中正式立體化登場。同作品內登場嘅仲有之前玩過嘅 RX 81 G9。呢隻由角木少重新作外觀設計嘅787，外觀相當討好，唔會有過長嘅腿或者過短嘅腰，睇落非常之順眼。組裝過程亦相當簡單，大約1個鐘頭多啲就可以完成掃組。就連一貫嘅偷膠黑點腳板底都專登做多咗一塊夾冚翻上去。呢個咁微細咁唔顯眼嘅進步，絕對值得幫佢大大加分。要求唔高嘅話，可以連保色都唔做，淨係用貼紙貼翻隻眼仔同幫佢燒過光就可以完成，非常之輕鬆簡單。今次高達7號機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嘅收睇，咁我哋有緣再見，拜。早晨，估唔到我哋嘅緣分咁快又出現啦！我哋而家正式開始模型簡單玩，同往常一樣，一切從腳開始。我已經做好咗左邊隻腳，咁你就可以清晰知道我到底喺隻腳度做咗啲咩啦。首先係膝關節嘅地方，我將兩條喉管同關節中間做咗少少分析，又刻咗個噴口嘅四周，同幫個噴口油咗金屬色。仲有就係幫呢啲粒位刻翻晒啲線，跟住再喺左右兩側前方加翻條黑線。第一樣要做嘅當然就係拆翻開隻腳，打磨走晒啲水喉線。由於呢隻787啲拼合位比較緊，就算剪咗那位要拆翻開都係比較難。呢個時候拆件器就幫到手啦，輕輕力沿住夾口攝入去，逼翻開件件，盡量唔好叫，一叫就好容易將啲邊位叫到花晒。終於拆散咗隻腳啦！喺呢個位置有個好奇怪嘅披口，可以先用筆刀處理咗佢。膝蓋背面嘅分母線都可以喺上色之前先處理一下。打磨嘅時候記得唔好心急。打磨完之後就用比關節深少少嘅灰色，先油咗中間嘅呢個部分。呢類出現喺左右兩邊嘅水口，多數都會設計喺相同嘅位置。一般嚟講，我都會合埋佢嚟打磨，咁就可以磨得平靜一啲，仲可以慳翻唔少時間添。打磨呢類 KPS 嘅水口，可以用600號開始磨到1000號，咁你就可以得到一塊好平滑嘅表面啦。跟住拎翻支懶人 marker 出嚟，用比骨架深嘅灰色游落去中間凹咗落去嘅地方度。喉管嘅位置就用淺灰色嘅懶人 marker 幫佢改一改色。小心啲，慢慢游，盡量唔好游出界。
油完條金屬喉管之後，就用金屬色 marker 油咗呢個噴口佢，再拼合返個膝關節。好簡單咁油兩油，就可以令成個骨架嘅質感提升不少。用少少流縫膠水貼實個膝關節。兩旁嘅轉軸頭，如果想做得好少少，記得要先幫佢上邊嘅4個粒位黑返晒啲線，咁一陣滲線嘅時候就會舒服好多啦。將8個粒位都黑完，就可以放返上個膝關節度。合返埋隻大腿，打磨走上面嘅水口。再用砂紙拖返平條機械線邊，乾淨晒。有咗合適顏色嘅懶人 marker 之後，就可以用佢去油呢啲機械線，咁就唔需要擔心滲線液太稀或者用完珐琅油要洗筆啦。出咗格嘅塑膠彩可以用砂紙或者筆刀輕輕力清理咗佢。塑膠彩做出嚟嘅效果都唔錯㗎，就算喺屋企玩都唔怕因為珐琅油嘅氣味俾人鬧啦。接住落嚟就可以幫隻腳嘅其餘部分黑一次線。小腿背後嘅噴口窿旁邊，就用濃少少嘅滲線液點入去，等佢留滿個窿佢。髖關節中間嘅坑位，亦一樣用懶人 marker 油咗佢。等塑膠彩乾嘅同時，可以先組合返好隻腳。小腿背後嘅坑位一樣交俾懶人 marker 處理。再清理好出咗界嘅塑膠彩。合返埋隻小腿，再用流縫膠水點實。呢個唔知幾時刮花咗嘅位置，可以留到最後先補返色。腳腕後面都用深灰色油咗突出嚟嗰條骨位。左右兩旁嘅機械線都可以用 marker 油咗佢，記得要揀返隻同滲線液相似嘅灰色。刮走多餘塑膠彩嘅時候，記得要貼住表面輕輕力，千祈唔好刮到貼邊崩晒。用少少膠水點實件件，確保件件唔會走位啦，就可以喺呢個位置加返條黑線。組裝返隻腳之後，就順手滲咗線先，逐少咁去完成，再開始下一個部分，係可以令人更快得到成功感，更加有意欲去完成下一步，再一次嘗試到成功嘅滋味。等滲線液乾透，就可以用白電油抹返乾淨佢。抹乾淨晒之後，記得幫甩咗油嘅地方補返啲色上去。
最後着返隻鞋，完成。跟住嚟到手嘅部分，隻手要做嘅主要都係幫佢黑線同滲線。呢個劈開咗嘅噴口，由於佢唔太顯眼，所以我就選擇無視佢啦。手踭呢度同膝關節一樣，做返少少間隙，大約就係咁多。先拆返散佢。近年嘅 HG 模型越出越緊，難拆嘅位置千祈唔好夾硬嚟，記得要用合適嘅工具幫手。人類同動物最大嘅分別就係人類會用工具，既然有合適嘅工具，記得唔好變返做馬騮啦。拆開晒隻手之後，先打磨好所有嘅水口。打磨嘅時候記得唔好心急，最好就係聽住音樂，放空咁去打磨，將一日工作嘅緊張情緒全部放低。每一期模型簡單玩嘅背景音樂同歌曲，我都已經放咗上 YouTube。你哋睇過呢條片，佢就會自動喺我嘅音樂台入面出現。手臂關節中間嘅地方，我都會跟返膝關節一樣，中間有返深灰色。等佢哋乾晒之後，就可以合返埋個關節，再有埋中間呢個位置。完成咗個關節之後，跟住落嚟就係幫隻手刻返晒啲線。前臂中間呢個夾口，佢係做咗隱藏夾口嘅。如果想最後個成品好睇啲，最好就係喺另一邊刻返條粗度接近嘅線。隻手最前面嘅窿位一樣用深灰色填咗佢，再組裝返隻手。冇諗住再打返開嘅位置，我會建議用膠水貼實。一來唔會擺兩個 pose 就見返條夾口，二來滲線嘅時候會更加容易，唔會滲幾多都吸晒入個黑洞度。完成咗個前臂，就到膊頭同手臂啦，都一樣先拆返開佢嚟打磨。先用筆刀刮平膊頭關節嘅分母線，裝返個膊頭關節，用膠水貼好。呢條咁奇異嘅機械線，今次就唔處理佢啦，因為要處理好呢條線之後，就一定要噴塗，所以我今次就只係簡單補返啲色就算啦。先喺個噴口入邊塗滿黑色，再喺外面塗返黑鐵色。記得要塗埋噴口嘅邊緣。膊頭前後嘅噴口都係一樣做法。塗完3個噴口，就將個膊頭裝甲裝返上去。膊頭頂嗰塊裝甲，先幫佢加深返條黑線，再裝返上個膊頭度，用打磨板將上膊嘅水口磨走。手臂嘅位置有條好明顯嘅分母線，記得要清理咗佢。呢個突出嚟嘅長方形都幫佢刻返條線，跟住就可以將佢放回原位。之前落咗膠水點實嘅夾口，用黑線刀刻返清晰條線。到呢個時候就可以開始滲線嘅工序啦。滲好晒線，等佢1個鐘頭左右，啲滲線液完全乾透之後，
就可以用白電油抹去出界嘅位置啦。呢條粗線係我用 marker 塗嘅，可以用筆刀刮走出界嘅部分。正當我喺度好專心咁刮緊嘅時候，悲劇就發生咗喺我眼前啦。呢個位由頭到尾咁爆開咗，而家可以做嘅唯一方法就係補返佢再打磨。其實上一隻 RG 2.0嘅白色 KPS 上邊，同樣嘅事情經已發生過一次。當時仲要唔係裂開咗，而係一分為二咁分開咗。好在要補亦都唔難，KPS 比 PS 更容易溶解喺膠水度，只需要點返少少膠水，將佢哋溶返埋一齊，再用比較幼嘅砂紙磨返滑個夾口，咁就唔會太過覺眼。嚟到腰嘅部分，今次會同大家用比較簡單嘅方法去處理呢個點都唔肯分件分色嘅 V 字，照樣先拆返開佢打磨同黑線，用滲線液小心點入個窿入邊，等滲線液乾咗之後，用黑鐵色 marker 油咗個噴口，再刮返走出咗界嘅地方。簡單咁黑完線之後，就可以開始滲線啦。點個筆頭上去，慢慢等珐琅油自己走滿成條線。滲線嘅時候，盡量唔好不停咁篤，如果唔係到抹嘅時候，就會花好多時間，仲會增加爆膠嘅風險。做到呢個 V 字啦，我會先用比較鋒利嘅黑線刀圍住個 V 字黑一次線。黑完啦，先用白色懶人 marker 油上去打一打底，油到出晒界都唔緊要，因為之後可以再刮翻靚佢。等白色乾透之後，再用黃色搭上去。搭色嘅時候要輕手啲，避免帶走底嗰層白色。最後就可以用筆刀刮走出咗界嘅地方，貼住 V 字邊緣，小心打平，慢慢刮。跟住可以再補一補甩咗或者唔夠遮蓋力嘅地方，最後小心點啲滲線液入條邊度，就大功告成。做好咗條腰，就到個背包啦。拆開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補色。先用深灰色油咗噴口底部嘅位置，再用黑鐵色油晒所有噴口。背包頂嗰兩個圈圈造型嘅物體，底部係有一圈白色嘅分色。咁細粒嘅零件可以用 Blu-Tack 貼住嚟油，咁就唔會油下飛走咗佢啦。用白色 marker 油好咗之後，再用筆刀刮走出界部分，刮乾刮淨就可以裝返上背包上邊。由於我覺得個背包有啲單調，
所以我就喺劍底嘅位置做咗少少分析，將左右兩邊突出嘅呢個圓形改用淺灰色油上去，跟住裝返好晒啲噴口，最後用黑色滲線液去滲線。身體嘅部分要修改同補色嘅位置都唔多，同樣先拆開佢黑線。RX787 胸口正面有兩條造型線，但係就只係得正面有。我個人比較喜歡啲線有頭有尾，睇落去個感覺會真實少少，所以我就用黑線膠帶輔助我去刻返個轉彎位佢。胸口正面條線比身上面其他嘅線都粗，要知道用邊一個粗度嘅黑線都合適。好簡單，只需要將黑線刀攝入去，攝得入又冇虛位，咁就啱啦。延長咗條線，有冇覺得舒服咗啲？胸口上面嘅招牌散熱口，記得要放慢去刻，千祈唔好刻出界。散熱口裏邊，我會幫佢上返啲黑鐵色，咁之後冚返個黃色蓋上去，睇落去就會好有立體感啦。順手點埋旁邊兩個火神炮口，只要你有同滲線液同色嘅 marker，就可以直接咁油上去，再清理返左右兩邊。抹好晒啲滲線之後，個身體部分都完成咗啦。終於嚟到個頭啦。眼睛嘅部分我會用 marker 油咗佢，先塗兩浸白色打底，乾透後再上黃色，最後用深灰色慢慢逐少咁沿住眼邊嘅層級油返黑旁邊嘅地方。天線嘅部分可以選擇剪走個安全耳仔，好似我呢啲手殘人士，我會選擇逐少逐少一片片咁剪入去，咁就唔怕一個錯手剪多咗啦。最後多謝你選擇留喺度陪咗我咁耐。今條片嘅背景歌曲同音樂我都已經放咗上音樂台，如果你砌緊模型又想揾啲嘢聽住放鬆一下，都歡迎你撳入去改變一下心情。
臨走前記得幫我篤下個 like， 未訂閱嘅歡迎你免費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啲成日撳到 PP 又唔齊嘅朋友啦。再一次感謝你哋嘅收睇，我係手機大爆炸，我哋有緣再見，拜。Model easy play, sway the night away. Model easy play, jazz your cares away. Every tiny step's okay. Model easy play, live today. Have you noticed all around your room boxes rising, sealing your doom? From a few to 20 more, now they're blocking every door. Model easy play, take it slow, take it sway. Model easy play, build your dreams today. Don't rush, don't stress, just groove while you create. Model easy play, feel that swing, feel that state. Model easy play, build your dreams today. Model easy play, jazz your cares away. Model easy play, build your dreams today. Model easy play, jazz your cares away. Yeah, life is short, so play, just play. Model easy play.